有筍盤，做人要有遠景，要發達，要買呢一種單位，開門見山，炒豪宅。炒豪宅投資唔係新鮮事，最 hit 炒啲乜？你又知唔知？竹東蘇四太玩埋工廈，賭王四太梁安琪出名中意買磚頭投資，佢手頭上一大堆豪宅，物業多到數唔晒。最近佢見政府發展東九龍黃竹坑做新商業區，就投資多一番，玩埋工廈。今年7月，佢就以32億買入李嘉誠旗下黃竹坑寫字樓，尺價成萬蚊，而家仲係起緊嘅啫。事隔幾個月，啱啱四太又再出擊，今次佢掃到去九龍，用4.85億買咗觀塘同德士大廈，豪到啊！哇，下下一棟過，買親到億億聲，唔通而家就係入貨好時機？幾時係買樓時機？你買得起嘅時候就係買樓時機。